你是仙子你是不放屁，然后又不流汗，也不会打嗝，然后会长满全身肌肉，然后走过去就是都是香味。你走过去，我只觉得有微风。我就是这种人。对。你们听过同事放屁吗？我闻过屁味，但我不确定这个是茶叶蛋的味道，还是有人真的放屁。我以为你要说你不确定是来自你自己。大家都社会化，大家会原则上会把屁的声音隐藏嘛，就是尽量放无声的屁吧，就会变成那个在桌面上面有时候越隐藏越大声。你们没有掌握放无声屁的能力吗？难怪有些时候录音的位置。如果是我确定一定会有声音的，我还会离开现场。天哪，你们也太容易放屁了吧？因为我很容易胀气真的假的？哪像你那么仙？当然不懂我们这种凡人的痛苦啊。也是啦，好困扰哦。真的。